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昌美澳洲物業呢個 YouTube channel。我係 Betty 啊。前幾集咧同大家介紹過乜嘢叫做 FIRB 海外購房人士申請。今集咧會補充一下，究竟 FIRB 幾時要申請，同埋幾時要付款，仲有應該提交乜嘢資料呢？當各位買家俾咗 FIRB 嘅費用之後咧，大概等1至3個星期，你嘅代表律師就會收到 FIRB 批准信 approval letter 㗎啦。嗱，呢封就係 FIRB approval letter 啦。左上角咧係各位買家申請人代表律師嘅地址同埋電郵。而右上角咧，呢個 FIRB application 或者叫做 approval number 就非常緊要啦。佢會寫住 our reference， 跟住咧有13個數字嘅 number 都幾長㗎，大家一定要記低佢。至於左下角咧，我哋會睇到 FIRB 申請嘅日期。我哋呢位客人咧2月13號申請。右上角大家睇睇，好快啊！1個星期個批准信就發出咗啦。曾經好多客人問 Betty 啊，會唔會佢唔接受我申請㗎？其實咁多年嚟 ，Betty 未見過一個唔俾你申請嘅個案咯。仲有一個問題咧，好多時客人都會問 Betty 足足搭咗10年啊。佢哋會話 Betty 啊，你賣嘅樓盤會唔會淨係針對香港人賣㗎？其實 Betty 昌美澳洲物業嘅總公司咧喺布里斯本經營咗已經25年啦，係布里斯本物業嘅專家。而家我哋賣緊嘅樓盤項目咧，全部都喺澳洲布里斯本當地上緊架㗎。而且非常之受本地人士嘅歡迎，絕對唔係淨係針對香港客人賣嘅。而且有一樣嘢大家有所不知啦，各位如果係海外買家或者係臨時居民 （temporary residence） 嘅話咧，你必須要申請 FIRB， 記唔記得啊？而呢個 FIRB 咧，海外購房人士咧有一個 quota 㗎。通常一個樓盤項目咧，大概只有10% 至到15% 先有 FIRB quota 嘅，因為會視乎發展商同埋佢嘅按揭銀行關於funding嘅分配。換而言之，如果一個新嘅 apartment 項目，佢大約有100間單位嘅話咧，只有10間至到15間先至可以賣俾海外人士㗎，大部分90%嘅單位咧都要賣俾有澳洲身份本地嘅人士嘅。而樓花剛推出嘅時候，發展商唔一定全部開放晒所有 FIRB quota 嘅數量㗎。當開放嘅 quota 滿咗之後咧，剩餘嘅單位就只能賣俾有澳洲身份嘅買家啦。而當項目樓盤開始興建到中途 ，FIRB quota 有機會再開放㗎。只不過咧，如果各位買家喺呢個時候先至揀單位嘅話咧，可能靚嘅樓層同埋方向已經賣晒㗎啦。Betty 會不斷分享澳洲物業同埋生活嘅資訊，歡迎大家點讚、訂閱，撳返個鐘仔。當有新影片發布，你會最先收到通知㗎。請大家同時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 Betty 澳洲有趣分。